哦，啊，这就是芳仔定的哦。哎哟，啊，这文旦啊，去互芳仔定啊，你的。定着伊表演就是会升楼价啊。哦哦哦。啊，楼价这来就反正咖啡色来就内底伊个表皮就开始一直喏。哎哟。哦，伫迄个卵内底问去。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啊，啊你著讲哟，芳仔较爱定红油尔，哪这文旦啊咧定？会啊，一包哦，了啊，迄包迄一包的是啥？红油啊。红油当爱包的呢。啊，无得定啊。哦，无包的叫定的。嗯。搞懂。定的歹看面就歹袂要计销伊。哎哟，他用手指甲那硬乌啦。哎哟，太知影人对遐乌咧啦。哈哈哈，功夫，哎哟，乌的指甲迄个啦。哦，咱遐免讲啦，家己用迄个锁匙啦，锁匙无弄出来。免。锁匙迄铁啊，金啊铜的。功夫的。哦，连甲用手都乌咧。用手咧乌又做文旦。好啉的啦，这王党的吼。哎哟。白甲烧哦，这别甲这大你白。王党的啦。因为我这手过着这咸，你食着会咸。王党的吼。王党的准备这好料的啦。你也食看嘛？甜不不的啦，偏着甜不不啦你。有啊，顶里遐有啊，你有看无？顶里遮啦。后面迄阵。顶里遮啦。啊，顶里遮无入去到迄万，无到迄万年呢。这要入去啊，这烂遐来就入去，你有了甲爬后入去看有入去无？安尼啊。你对迄两甲爬看觅。你伫迄顶的位置，你甲爬看，看有入去无？无呢。无哦。你看。你爬开啊？你安尼尔呢？你看。那好啦，好料啦。啊，地尾你食看。哎哟，我当食饱尔是。不要紧啊，当食饱尔。当食饱尔啥？你芳仔定着伊好料啊。咱这王党的好啉的讲。好啦，来遮佚佗，来遮看啦。好啉的啦。好啉的哩。食看好食。偌好哩。食看会甜的。我们欢迎来遮看，来遮欣赏。好啉的。佮讲个做啥物？这7月29白露进前拢爱挽咯，无挽讲会伤色个歹。伤色，臭喷去。臭喷去。迄白规茶味咧。就是安尼哦。咱有这个学问的呢。伤过头成熟。伤过头成熟的，所以拢有一个时阵的时机呢吼。这生住异昧吼，成住坏空哦生老病死吼，我人爱求得第三宝吼，超脱生死轮回之苦。对。我8月15吼，你可能用网来网这个细粒仔这。爱用网啊。你有看细粒。有。我过来网过来网一届一版。8月半迄阵来，佫挽的咧哦。8月半迄阵，佫挽的，正得要7月底安尼。8月半都佫3礼拜啊。啊就过来。迄即卖你甲放8步是毋是？挽着油仔寄过来吼，啊你甲放规个单吼，运气。我换迄个咖啡色。咖啡色就讲，你即间油仔拢比咖啡色歹去啊吼。其实你无歹。你即马规个裂布了。整个水分都沉淀下去了。糖分也沉淀下去了。整个好康的都是在里面的。哎呀，佫有这布咧。要食就是安尼。要食。不要食讲，你甲我加这食细了是要安怎？伊会甲你嫌啦。若不照就。捌咧就是咱虽然细粒是好的呢。未晓啊，你去外行虽然细粒是赞的。有。咱内行的是用迄个细粒的，这老长的呢，讲40外档的。当作爱当作。介绍算是真俗的啦。真好。这磨豆啦，磨豆迄做王党的吼，种的这好的文旦。所以今年分做几粒水吼。你分做几粒水后大、中、小。大中小。今年的量并毋是讲足济量。因为咱细粒细了上济咱看讲，哇，今年油还足济。其实无，今年咱咧捌的是你看咧大粒的，无几粒啊。是袂用细粒啊。你这样看是袂细粒，所以像细粒拢也未到时拢落留伫树顶。你看你区。你平区迄嘛是。是。迄拢无办。有咧钓咧安尼。你抢你爱会晓去办。袂去你就是要白钻。那足济学问的呢。一个人顶悬咧选咧钻一个，一个伫咧下骹咧绳。
講咱上海囡仔皮膚咧，即足保守嘅，袂使大力釘啊，袂使當你塗骹啊，袂使甲地啊，啊只尖尖嘅材講袂使向懸，講去啊頂懸你啦甲地掉就出油，哎呦，足幾功夫，足幾學問嘅喎。哦，這油啊，橫講佫有塗香，外反人嘅塗香。哦，塗香大張開用割草機配打割草機啊，噴嘅哦。哦，這塗香啊都麻煩。哦，塗香若乾煮攏食落水啊。啊，魚煮食着水，講怎啊發落怎啊出？但這塗香到底講起是安怎講這個塗香？啊，唔係啥物草，它遮厲害啊！生命力旺盛啊！人這油啊重，油啊重啊，驚浸啦吼！啊，遮種地勢較懸，哦，遮袂講浸水浸甲害。哦，這毛豆種啊正哩，哦，這文旦，哦讚，文旦呢這原產地講伫越南呢。哦，來到台灣了，講有刺種的白種人，講刺種啊毛豆上適合。哦，所以咯，大量推廣。這油啊重40-50噸啊哩。哦，毛豆種啊正哩，文旦，哦。